大家好，欢迎倒来！你即摆来看啊，用台语山顶罗马字啊，这是咱的第9课啊。伫即节课内底，咱要来看一寡无共人讲话无共的方式吼，也是讲因的腔口差吼。一般来讲腔口差啊，腔口差嘛有包括着即个韵母吼，甲调啊，佫有一个声母啦吼。所以这腔口差啊，佫要看一寡写字的差别吼。所以写字的差别，嘛有韵母吼，啊嘛有一寡像这夹音词吼，也是连尾，即款的吼，有当时有无共人都用无共的写法来写，主要就是咱一定爱会记哩吼，才会像腔口差，也是夹音词，也是连尾，敢爱写吼，这是每一个语言拢有的问题吼，毋若台语尔，像英语的腔口吼，英语的腔口就毋知几百种啦吼，是几千种啊，我毋知吼，足侪一定比台语佫较侪啦吼。啊，若夹音词嘛有即个问题吼，有当时啊爱写啊无爱写毋知，啊连尾爱写啊无爱写啊毋知吼，也是记载人诶吼。所以这毋是台语诶问题，这是每一个语言拢有诶问题。啊，如果一般诶语言吼，一般拢会定义即个做标准吼，像英语咱就讲虽然讲你诶腔口是讲安尼哦，我诶腔口是讲安尼，咱就定义安尼标准吼，咱写字的时阵，咱写着共款。啊，毋过讲话吼，你讲你的腔口，我讲我的腔口，吼，迄无要紧。啊，毋过因为台语呢，台语也无遐尔啊普遍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吼，所以有当时啊，有人较想要写较我小可应家己的腔口啦吼，所以因为有当时啊，因为迄个韵母还是声母吼，嘛有一条啦吼，有写较我应家己的腔口小可。吼，所以咱为遮开始吼，为即个韵母开始啊，韵母无遐尔困难啊，像这甲这吼，我会问你讲，你敢爱食鸡？啊，你甲我应，我无爱食鸡，吼，对无？鸡话吼，鸡鸡，所以即两个意思共款。对无？啊，有诶人较会讲鸡，有诶人较会讲鸡。啊，咱有当时会问讲，你倒位人？吼，你倒位人较会讲鸡？你倒位人较会讲鸡？安尼。啊，毋过即个界线吼，讲倒位讲鸡，倒位讲鸡，伫台湾无遐尔啊明显咯，无遐尔啊清楚诶，即个界线，因为伫台湾内底吼，过去几百冬吼，其实遮诶腔口吼，大部分拢南做伙，所以。有可能共一个人，有当时嘛讲鸡，有当时嘛讲鸡，啊伊家己嘛毋知，当时讲鸡，当时讲鸡，吼。啊，若你可能是较爱讲鸡，吼，较无爱讲即个鸡，啊嘛有可能是较爱讲即个鸡，较无爱讲即个鸡，啊，所以写字的时阵，就是爱看你吼，看你要写对一款。啊，若我吼较。应该讲，为即个罗马字的本现内底吼，看到较侪应该是即个鸡，啊，毋过即个鸡嘛袂少吼，所以看你要写鸡还是要写鸡，其实拢会用的。啊，有别人写着鸡的时阵，你若要读做鸡嘛会使，对无？啊，无咱要逼你讲啊，毋通安尼读哦，迄著写鸡，你著一定爱讲鸡啦吼。你若看到即个鸡，啊，你要读鸡，你著读鸡啊。这是你家己的选择吼，啊！你若看到即个鸡，共款你若要读鸡，吼，你就读鸡，看你要安怎读吼。所以这就是即个写字甲读字诶手段吼，看你要安怎做。好，过来有一个，譬如讲这是圆啊，吼，啊嘛有人讲圆啊，像红圆啊，红圆啊，吼，所以即两个圆甲圆。即两个韵母嘛有当时会换来换去吼，像有人讲天青，啊嘛有人讲天青，吼，圆甲圆，即两个会使换来换去。啊，佫有像这，吼，即两个用甲爱，吼，即两个有当时嘛会换来换去，所以变做行甲害，像我爱还你的钱，吼，我爱害你的钱，吼，还甲害，即两个嘛会使。好，过来，这嘛定定听到即个差别吼，即个鱼啊，即个鱼，啊，你要食鱼还是食鱼？啊，你咧讲台语还是讲台语？吼，即两个拢有啊。有当时嘛有人讲即个
这个写法吼无遐尔标准化，所以看你敢若安尼写，但是这就是和吼和食和，还是讲台语吼，嘛有人讲台语，所以这三个讲法，三个腔口吼，三个写法，看你要用对一个啊上主流。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即个吼，但是即个符袂少，啊，这就较少，因为即个可能还袂遐尔标准化的写法吼，鱼、符、和，啊，过来，好即边伫窈窕玉吼玉，啊，这是伫窈窕玉玉，所以即两个吼嘛是一个腔口差吼，玉甲玉，窕玉窕玉，无着像这。吼，这差一字尔吼，这是用吼，这是样吼，这享受啊，这享受，这嘛是一个腔口差吼，无着像安尼，嘛有人讲绿地，啊嘛有人讲绿地吼，即两个玉甲玉吼，嘛是一个腔口差，无着像用。甲用吼，无路用吼，无路用吼，即两个嘛拢会用哩。啊，还有人讲鸡卵吼，啊，还有人讲鸡卵，啊，即个鸡卵，毋若伫宜兰遐吼，啊，还有别个所在咧讲卵啦吼，就是爱看人。啊，即个即个啊，咱若会记哩吼，声母若是咪、呢、呢吼，咱的文母。一定有一个偏音吼，所以这其实是喂吼，啊会记哩是喂，毋那喂尔，亲像这吼，讨啊这个讨啊嘛有人讲讨园，所以这边有一个偏音吼，讨园安尼吼，佮有一个像这吼，画吼，比如讲画图啊嘛有人讲。纬度吼，纬度，啊是像即个符号吼，我有咧讲连纬吼，啊有人讲连纬吼，连纬嘛会使吼，纬度嘛会使，所以这是一寡基本的腔口差吼，拢会听着吼，听着感觉哦，该自然就是无啥问题，但是写字的时阵吼，咱就要注意，咱是要写对一款，咱袂写咱家己的，还是咱袂写较主流的，还是咱要安那选择吼，这就是记载人的吼。所以遮鸡鸡吼，红婴红婴啊，还是天青，还是你爱还钱，你爱还钱，吼，食鱼，吼，一杯鱼，一杯鱼，一杯河嘛有吼，啊，看钓鱼，吼，看钓鱼，吼，享受啊个享受啊个绿地，吼，绿地，还是无路用，吼，还是鸡卵，讨园吼，讨园啊，纬度吼，这腔口差拢有啦吼。文母的腔口差较侪啦吼，啊若声母咧就进前嘛捌讲着一个较接听着的，就是即个字吼，有当时会换做字还是字吼，即三个。所以有个人讲写字，有个人讲写字，有个人讲写字吼。声母的腔口差吼，较接听着敢若一个尔吼，就是这。好，过来，所以这是文母，啊，过来是调啦吼，调啊调差不多有三项较明显的吼，我来记咧吼，这边的台北吼，这边的台南，吼，咱看到这这个音节共款拢是台啦吼，台，啊毋过这边吼，咱较惯势听着，这是较低小可吼，台北，啊这是较中小可吼，台南，其实即两款都是无共的腔口啦吼，啊有诶人甲即个第五调会换调吼，啊变做哆，啊有诶腔口是甲即个第五调会换调变做 re 吼中诶，所以台北
台南吼拢会使，啊，佮有即个腔口的差别像这吼，写着共款，对，写着共款，无毋对吼。即个第二条的花调吼，一般咱一般的腔口是讲这是关平调吼，咪啊都变做当数吼，当数啊有诶腔口吼，这叫做即个海口腔吼，啊有诶腔口是甲这是 re 啊个是起调，所以变做当数吼，当数当数。当数吼，拢用的就是无共腔口尔，佮有一款声调的腔口差吼，就是这。其实我有讲着几六解啦，这是第八调吼，啊第八调足侪款吼，第八调足侪款，你真正爱去看你家己的记感吼，你是对一款，上无嘛有一个关底调吼，关底调的遮吼咪安尼遮，啊佮有关落调，啊就变做。咪吼，遮，啊，佮有中底调，啊，都变做 re 的遮，啊，佮有一个中平调，啊，都变做遮，吼 re 遮，所以即个第八调吼，有影较复杂小可，就是上无有一四个无共的腔口差吼，所以遮，吼，凡说佫有较侪啦吼，看你家己的。语感啦，好，所以这是咱的调甲咱的韵母的腔口差吼，韵母甲调，啊，咱有即个美感爱注意吼，就是咱写韵母的时阵吼，有无共的字母通拣啦吼，你会使写鸡，嘛会使写鸡吼，所以这是记载人看你要安怎写，啊，若是调咧，敢若一款调好尔吼，就是第五调是安尼写。啊，第二条就是安尼写，啊，第八条就是安尼写，所以调好，咱写的时阵拢共款，吼。啊，韵母有通写会换吼，看人要安怎写，好，所以这是调甲韵母。啊，过来，咱要来看一寡夹音词，啊，夹音词又阁是啥呢？一般是两个，啊，有当时嘛三个音节，吼，可能是定定咧讲诶，啊，所以到尾啊。讲愈紧，啊，就变做夹，就会变做一个音节尔吼。像这是啥？这 z 啊、咋啊，这 hi 咋吼，那看伊的调，这是 re 啊，这是咪吼，咋啊，伊变做夹音词的时阵吼，变做这长。吼，长拄好就是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哈，啊，即届嘛有伊个韵母吼，拢伫遮吼，杂，啊，过来是第二个音节的韵母吼，变做长，啊，伊个声调咧，伊个调其实你看，这是为 re 哈变做咪吼，杂，啊，即个第九调拄好嘛是为 re 啊个起哩，吼，所以为 re。啊，个起哩 re，安尼就变做长吼，长，安尼叫做夹音词。好，过来去几啊例啦吼，像这，哦，这是啥？咪音min吼，呢啊那，之爱在吼，min。那在啊，伊个调咧，这就是 re 吼，这就是咪，这哆吼 re 咪哆，咪那在对无？啊，如果吼啊会记哩，这是即个呢，所以即个韵母其实有咱无咧写的即个片音吼，那咪那在。咪那在，所以即个咪那在吼，若变做夹音词的时阵吼，要安怎讲，要安怎写？哈，一般就是咱即个头一个音节的韵尾吼，都无去。啊，若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共款嘛无去。吼，所以即马咱有安尼标吼标，啊，毋过咱即个偏音吼。这是呢，所以即个韵母有即个咱无咧写的偏音，啊，即马咱就爱写，吼，咱就爱写。啊，毋过吼，你看这咪个偏音，啊咪个偏音是啥？咪对无？
咪，所以应该爱安尼写较对。命，个伊调咧，写调咧，为遮是 re 吼，遮是咪 re 咪，安尼毋倒共款，甲这昨共款，第9调吼 re 搁起哩，吼 re 搁起哩，变做安尼吼命在，吼，所以即个咪哪在，就变做命在，命在嘛是一个夹音词。吼，咱嘛爱会记哩吼，即个夹音词，咱袂写做安尼，还是写做安尼吼，拢会用哩。讲话嘛是共款吼，你若要讲安尼，你若要讲昨昏，你若要讲昨嘛是会使。所以你若看到即个昨昏，你要讲话讲昨，好啊，看你啊。你看到即个明仔载，你要讲明仔，好啊，看你啊，拢会用哩。好，还有啥物通记咧吼？就这鱼、乌、雨、红、人吼，互人，因为这变做坏调就是都吼是遮这是直调都个起调吼，所以变做互人安尼。这两个音节夹做伙变做啥？变做红对无？红红什么调？为加吼个起哩，为加个起哩，安尼就是共款即个加起调吼，红安尼就是咱的即个第5调吼，红。所以这昨吼，明仔载明仔即个互人红。后来搁去上尾一个例吼，然后这所以这个要安怎念吼？这是直调、坏调，这变做咪，这 re，这是哆吼，咪 re 哆，迄当时吼，迄当时嘛有当下，咱来讲啥？向时对无？向时，就是共款，这个韵尾无去，这个声母无去，吼，剩的就是咱这个向时，吼，向时。因为这是咪，吼，这是 re， 所以这是这个关落调，关落调，那伫这边吼，这是上尾一个音节，所以应该是直调，这应该是算是坏调吼，这款加坏调啦吼，咱的加坏调嘛写这个第3调这个调号吼，安尼咱就知影坏调第3调变做关落调，向时吼，迄当时向时吼，所以这款呢嘛会用哩。好，所以这是咱的夹音词吼，4个例。台语毋若4个夹音词，然后台语足侪夹音词吼，像当时咱讲落去，讲落吼，讲拍毋见，咱讲碰见吼，也是讲领，咱讲领。吼，所以足侪夹音词吼，所以有当时咱就爱家己判断吼，靠咱的语感讲，这个音节吼，介成是2个音节吼，甲夹做伙变做一个夹音词安尼。好上尾吼，这节课上尾就是咱来看一寡连尾吼，因为连尾嘛是一个写字的差别，有的人爱写较侪，有的人较无爱写吼，连尾到底白写还是无写，还是当时要写。好，譬如讲，咱来写台湾，这个台湾，你会看到伊遮有一个连尾，是安那爱有这个连尾？因为这个台湾原底是这个台湾原住民的这个地名伫迄个台南安平遐啦所以这个台甲这个湾伫台语内底本身无家己的意思啦。敢若台湾有一个意思尔是这个地名叫做台湾，所以咱就一定爱甲夹做伙就爱写这个连尾较有意义啦那这个咧，那写食饭来食饭这边有另外一款的食饭你会看到差别就是伫遮尔这个连尾干嘛写
啊，即个食饭干嘛写连尾咧？那我感觉这是食饭吼，这是一个动词，啊，这是一个名词吼，食物件吼，啊，佮有一碗饭吼，两个无共诶代志吼，所以我会甲伊分开吼，就是两个意思，啊，两个意思就免写连尾，对无？啊，若是有一个连尾吼，有可能有话人会记感，就是食饭，就是一个动词尔吼，就是一个意思尔。因为其实咱若要食面吼，咱嘛有可能会讲食饭，对无？来食饭，其实咱是咧食面，所以食饭不一定是两个吼食饭，嘛有可能是安尼食饭吼，嘛有可能安尼区别吼。即边就是真正是咧食饭吼，即边可能是咧食面吼，所以即个连尾吼，你真正爱考虑家己诶语感吼。啊，若我就是较爱省连尾啦吼，我会感觉即个连尾其实无遐尔啊需要爱写，啊毋过写连尾吼，应该是较主流诶选择吼。你若看大部分诶台语诶文献吼，因诶连尾嘛袂少吼。啊，另外举一个例吼，譬如讲迄只狗仔是真细只吼，细只，啊，这嘛有两个选择吼，细只，看你感觉写迄个连尾，吼，这就是真正爱看你家己诶语感啦吼。细吼甲只，敢是两个意思吼，伊足细，吼，伊是一只狗吼，所以是两个意思。啊是你讲细只，就是一个意思尔吼。其实这共款就是爱看你家己诶语感啦吼。啊，即个连尾佮有即个美角一定爱注意吼，就是连尾甲咱诶声调无关系吼，咱诶直调甲缓调诶区别。直调缓调有关就是一段话还是一句话上尾一个音节吼，甲头前几若音节吼区别缓调甲直调。吼，啊那一个连尾呢，一般当然一般伊诶头前吼，一般是缓调。因为这较无可能是上尾一个音节，吼，一段话上尾一个音节，但是这边吼就保定是上尾一个音节，可能是，可能毋是，所以这咱有关就是爱靠咱家己诶语感，吼，判断这个音节后壁佫有啥，吼，后壁佫有啥是缓调还是直调，吼，所以连尾甲调是无关系。这较重要，佮有一款写法吼，这较无遐普及吼，嘛较无遐标准啊，应该算是较现代小可，就是有人会甲遮诶连尾吼直接退掉，像这吼，伊就写做安尼吼，台湾还是写做安尼吼，食饭吼，写着安尼吼，嘛毋是袂用的，但是我会建议吼，因为看着这有当时咱就毋知啊吼，音节到遮还是音节到倒位啦吼，有当时较歹讲，所以我建议吼，你若是得要开始诶啦，就是还袂学好调啦吼，还袂遐熟手啦吼，先免安尼写啦吼，啊你会使先写即个连尾吼，还是写一个空格吼，嘛会使。啊，那我就较爱写一个空格，我感觉即个连尾吼，就较无遐需要啦。其实进前吼，越南语吼，越南文嘛是咧写即个连尾较侪吼。到即马你若捌看着一寡越南文吼，因拢无咧写即个连尾吼，所以即个连尾真正是爱看你家己诶语感较知影敢爱写。好，所以即节课内底咱有看着足侪款无共诶讲法甲写法吼。顶头这边有一个文母吼，文母的腔口差，啊，所以有鸡甲鸡、鸭啊甲鸭啊、熊甲蟹，啊，佮有一尾鱼、还是河，啊，佮有条约，啊，佮有条约，享受，吼，绿地，啊，佮无路用，吼，鸡卵、鸡卵，还是桃园，吼，啊，佮画图甲画图，吼，啊，佮有一个。声母无共吼，写字、吼，三个音拢会用哩。啊，佮有一寡无共诶调吼，像这台北啊，这台南吼，这个台吼，都是都甲瑞。啊，过来，遮有即个当时吼，遮有一个当时吼，这是咱诶海口腔啦吼，当时啊，佮一个第八条吼，几六款无共诶讲法，吼，吼，拢会用哩，反正佫较侪啦吼。啊，过来，咱诶夹音词吼，就是像这吼，早远啊，就变做昨，所以看遮诶声母吼，遮诶文母
吼，遮会调，搁到遮会调吼，变做昨吼，还是这明仔载吼，变做即个明仔会记哩，遮有一个咱无咧写的偏音吼，所以遮嘛咪换做一个有偏音的咪吼，明仔过来这予人就变做红吼，所以无一定是即个调好啦吼，可能是无共的调，这是假调，变做中的吼，红过来这是迄当时到尾变做即个向时吼，这是为原调变做咱的中调，所以是第三调的假坏调啦吼，向时过来连尾要安怎处理吼？有当时一定爱写啦吼，一定爱写，无就免写，毋过这较现代化的啦吼，可能较困难小可，所以我无建议安尼。有当时真正爱靠你家己的语感来判断即个连尾敢若写。若我吼，就免写较侪啦吼，食饭就好啦，无需要即个连尾，因为食有意思，饭有意思。有人就是爱写即个食饭吼，家看做是一个意思尔。好，咱的第9课就到遮，后一节嘛是咱上尾一节吼，第10课，再会。